提升依法治理效能，係推進澳門高質量發展、實現3.5規劃目標任務嘅關鍵支撐。特區政府以良政善治為目標，持續深化公共行政改革，透過強化宏觀統籌、優化組織架構、發展電子政務、革新人員管理、完善監督體系等一系列工作，致力建設協同有力、運作高效嘅公共行政體系。與此同時，特區政府亦高度重視市民意見和基層治理，積極促進政府與社會之間嘅良性互動，發揮社團在公共事務中嘅重要作用，從而增進各界理解，凝聚廣泛共識，攜手開創澳門發展新篇章。